这个屏东市上有人气的早点档，伫个中正路，因所卖是正港的上海煎包、皮包、肉糍，大家抢排队要来买。烟蓬蓬一粒一粒白泡泡的煎包啊，准备要甲吐起来啊，煎甲香香香，口感真好。小小一间店，几块刀啊尔，但是坐甲满满满，外口嘛已经排足长的。屏东市中正路这间卖早顿的店，足侪人都是为着这店来的。外好食，有两个关键。皮油吼，肉糍啊，一等就要等半点钟，人客都是甘愿在排队。煎包的鸭是选上好的猪的前腿肉，加上老师傅的手工，有人会当一摆食10几粒。囡仔即马拢嘛是拢食因这大汉的啊。已经在地60年，屏东人爱食的早顿，还佫有一间。生理抢抢滚，足侪观光客拢来这间食，排足久的，总算是轮到家己啊！赶紧走紧的，这明星商品，葱仔饼。大把葱仔珠，满满个铺伫面团顶悬，用料真正足实在，人气真好。葱放的多才叫葱花大饼啊，味道好美，价钱公道美。想要来这食早顿，8点进前全部拢卖了了，你若上班起床食袂到哦。每天固定就这个量，做完就做完了。传统的早顿好料，吹煎的、烘的，每一个拢是俗俗啊卖。找到屏东美食上紧的方法，就是请在地人带路，啊，搁有就是看倒位排队排上长，就是遐。